受歡迎的電影或者是戲劇，攏需要因優秀的編劇來做。為了要栽培更較儕編劇的人才，文化部去年舉辦台灣影視編劇學院，第一屆攏總有每合到8個學員，也予因實際參與電影也個影集劇本的開發。文化部也在今仔日舉辦分享會，有學員講咧，經過訓練，幫助因突破寫劇本的阻礙。文化部長也講，這台語影視真有發展的空間，也鼓勵有興趣的這個優質投入台語的編劇創作。時間到啊，我就散去啊。台灣電影大夢票房賣超過1億，嘛摕到金馬獎的最佳原著劇本獎。啊，那2026年頭一季規個國片的票房，就已經超過舊年的成績。為着要栽培優質編劇人才，文化部去年推出台灣影視編劇學院，拜文化部甲台灣影視編劇協會辦實作分享會。有學員講，經過訓練嘛，幫助伊突破寫劇本的思考視角。就是想要非常有創意，但有的時候好像重點不是在創意，對，有的時候反而是你應該要去思考，是另外一個面是這個創意到底是不是觀眾想要的？去跟着這個教練的身邊在做觀摩，然後也讓他們知道，產業上這一些教練實際在面對的是什麼樣的人，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。啊，那台語劇本人才培育的部分，文化部長講，早期台語受到打壓，歷史新世代看唔捌台語。不過，今麥無論台語電影還是台語戲劇，愈來愈時行，伊認為真有發展的空間。是有一群很大的族群是可以欣賞非常優雅的台語的觀眾，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個潛力很大的一個領域啊！我在這裡鼓勵大家，然後投向這個台語編劇。文化部表示，因為推出鼓勵表演藝術台語來用產這計劃，無論舞台劇、紀錄片等等，攏會當來申請，嘛鼓勵創作者製作愈優秀的台語作品。記者郭金陽、謝桂林台北報道。